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所讀嘅經文係路得記第3章1節至第4章22節，主題係路得與波亞斯的結局。作者喺路得記第3章記載，拿俄米叫路得夜晚去波亞斯嘅禾場瞓低，但唔好俾佢認得你。波亞斯好欣賞路得，應承第2日會辦好近親應盡嘅責任。至於路得記第4章就講到，波亞斯喺城門口召集長老，先問嗰個更近嘅親屬肯唔肯屬地。嗰個人本來話肯，但一聽到要連路得都娶埋，就放棄咗個權利。於是波亞斯喺眾人面前承擔起贖回嘅責任，娶咗路得做妻子，為以利米勒延續名分。百姓同長老都為呢段婚事祝福，大家作見證，一齊歡喜。到經文結尾，作者列出法勒斯嘅家譜，最後以生咗大衛為結束，用家譜作結尾，帶出上主一路以嚟嘅信實帶領，佢嘅應許喺歷代之中不斷成就同延續。反省問題，作者喺路得記第3章同第4章記載，上主透過平凡人嘅忠心，成就咗救贖嘅歷史。咁你信唔信自己嘅忠心都可以俾上主使用，成為祝福別人嘅一部分呢？